係咁咧，就好多謝咧，做緊旋律啦，因為咧就好感謝神啊，因為咧喺呢個嘅星期五嗰日啦，咁一共咧就有13個係決志清楚嘅信耶穌，2個咧就係呢個嘅重新嘅立志，當中咧就好奇妙啊！即係藉著呢個嘅音樂劇啦，老中青嘅都有人信耶穌喎，有2個咧係小朋友嚟嘅，咁咧係兄弟，咁佢哋信耶穌，有2個咧就係 teenager 嚟嘅，佢哋啲中文咧就唔係咁好嘅，咁喺當中咧佢爸爸咧就即係翻譯啦，雖然佢哋唔係好即係知道咁點樣。但係咧，因為佢哋都願意啊，咁咧就喺一個陪談嘅時候咧，咁就將呢個福音整全嘅講一次俾佢聽。咁個哥哥咧就決定信耶穌，個細佬聽到喺整個過程當中，佢都願意信耶穌。咁所以咧就體會到咧神真係好大嘅恩典啊！因為喺藉著音樂嚇咁呢個劇咧，咁咧即係無論啦年紀大年紀小，甚至啲中文唔係好好喎，都全部咧係13位咧係接受主。咁咧亦都咧體會到咧，即係大家一同嗰個嘅即係同工啦，神當中嘅作為，咁實在好多謝神。咁求主咧繼續嘅大大使用你哋，賜福你哋，榮耀歸主。